咱真欢喜会当互相来请安哦，伫个咱主的圣殿内底，这何等的福气！咱即点咱同齐咱来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好啊，来。那这咱大家记忆好啦，好无？互相请安咯，吼！虽然无法度握手，咱嘛是会当甲咱厝边隔壁的人咧。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天，还互咱自己做一回，还互咱自己做一回，还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天，还互咱自己做一回。哦，有法度为着咱，有法度来到圣殿吼。好顶大的好气对无吼？来，咱同齐来，咱同齐来欢喜，敬拜咱的上帝。下一张投影片，嘿，来，投影片来，咱同齐来读诗篇100篇第4节甲第5节，咱同齐来读哦，来。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阿妹，阿妹，哦，今天咱来吟这首真水的诗歌，在这美丽的时刻，让赞美飞扬来。小姐，你的幸福快乐无？快乐无？阿妹，对，安尼你啊，看你有大喜乐无？有，安尼请你用你的手甲你的心腹，咱来同齐来学乐咱的上帝。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晨曦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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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全人全心都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
我们再来领受一处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章15到16节，咱用台语来读。就互基督的和平伫你心内做主，你受召正做一体，也是为了这个。搁着感谢，就互基督的道理，伫逐项的意味充满你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上甲是3颗壳。对稳定伫心内的意来阿乐上帝，来上尾一句，对稳定伫心内的意来阿乐上帝。我心充满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堂，咱将咱的心献伫上帝的面前，用诗、用歌、用对心底用稳定，对心底来用，咱来甲咱的上帝。三小拄有信心，这个时阵，甲咱每一个人充满伫咱中间。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主家
受我奉献，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煞只，咱过来要领受上帝的话，咱同齐咱来读这首。送乡困苦的人，找嘴也找无，因为嘴干，我耶和华要水，我以色列上帝，的确无捌在因，我要伫无草的山开江河。伫山谷中开水泉，我要互沙漠变做水池，互大地变做水泉。咱徛着上帝的应允，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先请仁和长老带咱来吟第一节，咱才同齐来过来吟。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会收拾丰盛的活命。因人所欠伊袂收拾，互你甲我无欠一咱同齐来领受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收拾丰盛的活命。伊若所欠，伊要收拾，互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因为你是生命的水泉，阮对你的生命的水泉内底，阮要得到你有应允阮，要互阮的水泉满满。你水泉满满，要互阮得到丰盛的活命，并且伫批比大数地也咧开花，互祈求你的人拢要得到教业。阮体会遮尔深的恩典，对阮的心所出阿乐欢喜的声，求上帝你来欢喜。也互阮早起的学老的声所出的欢喜的声，互上帝得到满满的荣光，伫你的圣殿内底尊荣你的圣名。阮敬虔将阮每一个人，甲阮今日的圣会摆伫你上帝你的面前，求上帝你欢喜降临，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什么人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指示伊所行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两位兄弟，咱即时请拍开咱新圣诗第131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请咱两位兄弟，咱大家同心来祈祷。至诚的天父，感谢你赐阮恩典，互阮会使伫你的圣殿，甲所有兄弟来伫遮组织来敬拜你。你也看清阮每一个人心内软弱的所在，也感谢你做阮的中保，做阮的领带，时时帮助着阮。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两位兄弟拍开新圣诗后壁启应文第50篇。
我来客，请兄弟来应。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善车人。宣布受掠得到讨办，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释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伊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伊是上主祝福的主意。煞接，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请兄弟，咱即时用主祷文来做咱的公道，请兄弟起立。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
阮的日子行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之。阿门。请坐。请兄弟，咱做伙来恭守咱上帝的话。今仔咱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第23节到29节。耶稣甲伊讲，怎样讲？你若会啊，有信的人，逐项拢会。囡仔的老爸连鞭后叫讲：我信啦，我所信无够，你着帮助我。耶稣看见规阵人惊我来，就责备迄个邪神，甲伊讲：你下到臭鱼汤的神啊！我命令你离开即个人，无过入伊。迄个神后叫大口落伊，才出去。迄个囡仔亲像死一样，遇到人较侪，讲伊已经死。若是耶稣牵伊的手扶伊起来，伊就起来。入厝，伊的学生暗静问伊讲：阮的官员是怎样？伊甲因讲：若毋是用祈祷，即类袂得医出。以上。接着，咱要请咱陈牧师来讲道。今仔讲道题目是“伫神的人凡事拢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年庆祝教会150年，咱的主座除了庆祝以外，咱嘛爱伫信仰的内面，搁再情来迈进。林牧师写这首歌拢是为基督。为什么内底歌词写马街、黑衫、白衫爱轮流穿呢？有一段影片要请咱做伙三脚来欣赏。首歌拢是为基督，为什么马街伊的黑衫白衫轮流穿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一个医生，然后黑衣就不知道。我唔知。伊是外国人，伊来台湾，所以就黑衫甲白衫对伊来讲，拢是无共款的衫，毋过确实会使每一天拢来穿。因为黑衫是讲伊咧做牧师的时阵爱穿黑衫，白衫呢就是爱做医生的时阵爱穿白衫。因为以前的照片都只有黑白的，所以拍摄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是毋是古早时代就敢若白衫甲黑衫，这是粗布衫。今仔日穿黑的，黑的若流汗擦垃圾，就换白衫。到去教会传道，然后他又要到别的地方，可能就是当医生，帮别人可能拔牙或者是看诊。对。有时啊，咱就爱为主传福音嘛，有时做工嘛，有时就爱就是轮流，大家轮流做工安尼。这我就唔知影咧，我爱过来去了解一下啊。穿的是白色衣服，然后因为被人家破碎，然后所以衣服脏了。然后他所谓的黑衫是指衣服脏了，不是在指所谓真的黑色的衣服。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他是
医生又是牧师？穿乌衫就是穿甲垃圾去啊，乌乌啊，啊白衫就洗清气啊。为什么马街黑衣白衣轮流穿？最主要是引用台湾史怀哲谢伟动画传记里面的主题歌《黑衣白衣轮流穿》这首歌来纪念谢伟。白衣就是当医生，黑衣当牧师。那马街一样，为了拔牙，象征的是牙医哦，穿着白袍。黑衣代表他也是牧师的身份，传道、讲道、传福音、宣教，这个就是答案。好，感谢所有受采访的兄弟姊妹。嘛，其他后一届轮到你会当来上这个影片吼。这个人就是有伫教会出力迄个牧师拄着，牧师就甲伊采访吼。为什么恁歌唱甲遮尔啊熟，遮尔啊热，但是歌词你知无？哦，不要紧，感谢主，每一个答案拢有伊背后的思考。但是呢，上重要就是讲，咱来明白迄个意义吼。乌衫代表马街传教传福音伊是牧师的身份。白衫因为替人挽喙齿，虽然这是无执照的，虽然这个身份吼是一个问号，因为伊捌修过解剖学生理学人体的构造，他知道，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医师，他没有 license， 伊无执照，但是伊来遮只有替人挽喙齿吼，上顶这个牙医，这是咱台湾的牧者吼。贾伟牧师因为伊是一个医生，伊伫日本读医，因为伫咧空袭的中间，伊讲哇，伫咧东京大空袭的时，伊想讲我的命，敢真正安尼就无去？如果上帝若救我的命，我要转来为主来献身，所以伊后来佮转来到台湾来读神学，正做牧师。愿上帝赏互咱，马街医疗宣教的故事。伫泸州的地区继续兴旺福音，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感谢你，施恩帮助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伫教会150年的时，阮阁有一个头前的标来跑走来迈进，互阮同心合意来为主做工，来为主效劳，来兴旺福音，互教会得到进步，互教会。充满上帝你的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去年圣诞节报佳音，咱办了真成功，但是过工呢，会透早发生一件代志，可能有人知，可能嘛有人毋知。咱教会的围墙的玻璃向去石头，然后破去，然后。第一时间有警察，有人报警，有警察来到现场。第一时间嘛通知叶灵长老甲龙真长老，因两个半暝来遮处理。警察嘛有来采证据甲指纹。24号是啥物夜？平安夜。所以为着无要拍醒牧师的困眠，所以互牧师有一个平安夜。所以即两位长老伫遐来处理即件代志。无拍算咱伫礼拜日咱圣诞主餐了后，礼拜一的凌晨，林牧师透早来到教会，发现2块砖角，伊拢牵无准，所以玻璃无破去。咱非常的感谢，就是讲伊有结着玻璃的即个分液，但是玻璃无破去。后来警察嘛有掠着即个人，嘛有抓着即个人，即个人。有患有精神病，所以掠着时只有强制就医。当然，咱教会最后无甲伊求偿，无替伊来求偿遮的赔偿。但是有了解讲，即个兄弟伊的厝可能有人信耶稣，所以伊的心可能产生一种无平衡、不平衡，也是有不满的所在，所以就将遮的生气甲伊出伫教会。听讲三重埔也是泸州的教会过去拢捌。互伊修理过，就是要互伊结石头过，也是用各种的方法。愿上帝帮咱，希望因为即个原因，嘛耶稣会听伊，即个得着精神病的患者，患难的人
伊接受医疗了后，有一天嘛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帮助伊。互鬼附身甲精神病有啥物差别？吼，圣经讲即个鬼豆豆甲伊迄落水，甲伊迄落火，想要甲伊灭伊。后来迄个神后叫大丘勒伊才出去。吼，即个囡仔亲像死一样，直到人讲即个囡仔已经死啊。对安尼来看，即个人可能毋是精神病，即个囡仔有可能是互鬼来附身。敢才有可能过去侪精神问题的人，有可能互当作是鬼附身来医。但是伫即马医疗进步，有侪人心理所产生的问题，直到精神失措失乱，愿上帝帮助。圣经讲，创世纪讲，上帝创造天地时，互伊有次序，从即个混沌混乱的物件，改变做有次序，有日头，有月亮，有日有暗。照安尼来讲，若失去次序的人，有可能就是伫混乱的内面。吼，愿主想帮助，当耶稣伫山顶，伊的容貌改变，容貌改变，伊的面有光，因为伊是上帝所疼的囝。有开了伫伊的心上，拄啊伫即个时间，耶稣其他的学生伫山骹，因为无法度赶出鬼，即个囡仔互鬼附身，无法度赶出鬼的时，毋知影要安怎。直到即个老爸，即个老爸嘛毋知影要安怎。后来因就上山，落山，即个老爸嘛毋知影耶稣是啥物人，只有问讲恁会当帮助阮啥物货？因为即个囡仔老爸甲耶稣讲，恁遮个问题拢无法度帮助我的囝，而且老爸嘛毋捌耶稣，就毋知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所以耶稣就问讲，我会当替你做啥物呢？了后，即个老爸讲，求你怜悯我的囝，所以即个信心一定要对灵目开始，虽然一开始毋灵目。后来耶稣行神迹，互即个鬼来离开囡仔的心上。所以咱的信心甲相信真重要。无论咱的信心怎样，咱拢爱对灵捌上帝、对灵捌主开始。如果咱若毋捌主，就无法度产生信心。所以正确的灵捌伫信仰的内面袂当减少，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讲，咱怎样灵捌咱的主到什么程度，你的信心嘛差不多到什么的程度。如果你若全然相信上帝，伊有改变的开力甲能力，对即个囡仔来讲，鬼离开伊，安尼耶稣就安尼的心力来赶鬼来医病，甚至有侪咱无法度相信的心力，甚至是科学无法度解说的心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信心一定爱对灵目开始。所以，咱甲边仔的人讲，信心一定爱对灵目开始，一定爱对灵目开始。所以，咱若无真完全来了解耶稣，来了解上帝，等下有可能你的信心只有一半。所以，咱读圣经愈读，你会明白主耶稣伊怎样伫即个世间来成就。听即个世间人的命令，就是顺服到伫死。而且即个死，搁我就是上帝所行真奇妙的信者。咱世间人无人对死搁我，就往生的人、过往的亲人，伊去敢有搁倒来？无。所以只有耶稣，伊伫落阴府、死落阴府3日了后搁活。这就是咱所相信上界重要。马该第一次来到泸州，影子伊的是啥物？影子伊的是石头，是希望破晒。那亲像拄啊影片内面，为什么白衫、黑衫轮流穿的时，有人讲伊是希望破晒，怎变乌去？当然，这拢毋是真，这拢是每一个人伊的想法，咱嘛会当接受所以，咱看到马该伊的日记，伫1873年2月24号，伊到一个足大的庄头，他前往一个很大的村落，伊叫做九里，就是今仔日的泸州。群众伫
伫组织甲伊勒、甲伊骂，并且有人甲伊牵石头、甲破人的屎，了，个人进入低矮的房舍，就是要找掩护，然后呢，因的头壳顶甲伊倒猪屎，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但是有一寡人好款待因，这是马甲日记写了真详细，这屎是黄金嘛，所以马甲这个人到庙埕传福音报道，然后为另外一条路转去到五股坑，因唱歌几若点钟，嘛教导伊学生来唱歌。咱爱挽回嘛接受的苦，所以伫150年的今年，咱庆祝100周年，像是咱今年咱有接待底宣队来到咱的中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其实当时马街所受的困境，因为迄当时的人排斥洋人，排斥西洋的东西，所以因排斥西洋人。咱会当想象，马街到逐所在拢受到同款的对待，石头甲屎来对伊，这是会当理解的代志。当然，咱知讲宣教是有挑战、是有征战的。愿咱咧庆祝150年的时，咱嘛当接着接待底宣队来行即个福音的祭。迄当时欢乐的错误，嘛求上帝加倍祝福伫咱的中间，愿稳定祝福罗州教会。刚才咱过去所做的工，拢会当有主的引带带领，互咱会当做传福音的工作，互福音会当传出去。旧年即件代志，两工来结石头，拄好嘛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就是讲伫宣教的内面有挑战，有真正。咱传福音的时，无一定逐个人拢会甲你接受，总是咱若无传，安怎？圣经讲咱在下，所以咱爱有传福音，主伫圣神的开力，伫即个中间，就会当引带咱，帮助咱，互咱知影宣教。传福音是有挑战的，是有征战的，所以咱捌上帝，咱就对安尼来产生信心，来信靠伊。亲像今仔日的经节，马可福音9章23节讲，伫信的人凡事拢为，在信的里面凡事都可以。所以耶稣是全能的主，伫伊凡事拢为。如果咱若认捌耶稣，专心信靠伊，全能的上帝就甲咱同在，伊会赐福互咱。是大开力会作为伫咱的心上，但是咱再来想看觅啊，上帝的大开力会是落伫什么人的心上呢？第一是基督的人，所以罗马书讲，凡求叫主的名，就要得救。所以有人信耶稣，但是你若无基督，你的信心就无法度成长。所以耶稣讲，若无靠基督，即种鬼赶袂出去啊！即个鬼才有开力，将即个囡仔家迄落火，搁迄落水。这是等于讲是一种心内身体的痛苦，因为伊无法度做伊家己。即个鬼伫即个囡仔的心中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基督亲像呼吸，如身体臃肿的人，若无呼吸，共款会死。所以身体臃肿的人爱呼吸。这身体毋知当继续维持，所以无基督的生活，信心会消退，开力就会消失。所以咱爱诚做有基督的人，诚做基督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若有基督，你就会经历奇妙的事。所以凡求叫主的名，就要得到救。上帝欢喜基督的人，上帝甲基督的人。三角同在，因为伊求叫上帝的名，上帝就伫基督的人的中间来行出伊的开力，行出伊的行动。所以若无靠基督，即款的鬼无法度赶出去。所以你知影，所以基督的开力有偌大，基督的开力会当将鬼甲伊赶出去。愿主使用帮助咱，互咱会当诚做相信基督的人。第二是献上性命的人，罗马书14章第8节讲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还是活还是死，
拢是安那属伫主。好，咱做伙来读吼，来，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者活还是死，拢是伫主，吼，拢是属伫主的内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诚做一个献上性命的人，亲像阿妈甲宣教师一样。但以理嘛是用死来祈祷，虽然伊用迄粒西仔坑内面，但是伊活活行出来。这就是上帝伫伊的心中所做的心意。原本伊是爱死的人，却伫西仔坑、尸坑里面、尸群里面走出来。所以咱来献上咱的心来互上帝使用，咱来献上咱家己来互主使用。所以咱来献上为着上帝来活的信心，上帝就甲咱同在，赐了奇妙的作为。每一个暑假，拢会听到第三队的故事。今日当去台中嘛，听到讲即美国台中美国的大福教会嘛，倒来传福音。咱台湾的教会嘛会组队，我有听有的教会去澎湖去七美，甚至去东部的所在，对着随着即个疫情的解封，除了旅游的活动渐渐发展，但是咱嘛看到宣教的活动嘛对咧兴起，所以咱今年咱才提第选题，咱的主题是啥物？吼，第选毋是无目标、无目的。咱虽然是第1届，但是韩国的三一教会已经是第52届。因明年要庆祝来台湾宣教的30年，这是一个牧师甲恁预告，明年的暑假30年了，很快。疫情3年也真紧嘛过，疫情3年真紧就过去。咱虽然是第1届，因着52届，咱事前嘛有宣导教育准备甲装备，愿这个课程会当帮助咱。即礼拜咱就要来应证，咱的主题是叫啥？做伙爱泸州，一起爱泸州。因的主题是啥？因的主题叫做蔓延到墙外至台湾的短宣，蔓延墙外到台湾的短宣。咱做伙读创世纪49章20节来约瑟是咬结果子的树枝，伊的树枝伸出墙外。伊用即个经节来做因宣教的目的，甲目标。伫今年，因就讲我来当去到伫台湾来做底选的工作。这是雅各咧祝福约瑟的时，讲约瑟是咬结果子的树枝爱真做咬结果子的树枝。咱每一个人若真做咬结果子的树枝，即个教会就真做咬结果子的大树，敢毋是？所以咱来想看觅咱每一个人拢会结果子，哇！即间教会的兴旺，的修成满满。当然咱是第一次，所以咱做伙来爱泸州，咱的经节是对于约翰二书第1章第3节，恩惠人民平安，对爸上帝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伫真理甲疼心，要常常甲咱三甲同在。这是咱即届的主题。咱先对爱泸州开始啦，这是华语的，我们一起来念来。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咱用恩惠、怜悯，嘛行出平安。这是对爸上帝甲耶稣基督伫真理甲疼心，互咱甲咱三个同在。所以，当咱传福音的时，咱有平安。咱用恩惠甲怜悯来对待每一个人，无论伊的态度安怎。咱有可能拄着真好的人，但是咱嘛有可能拄着面恶凶杀的人。愿上帝帮助咱。咱知影讲泸州即三点埔即个所在有真侪的公庙，咱叫做新疆文化。区长，泸州区的区长有甲讲，这毋知啥物时阵怎甲伊结合变做一般即种庙宇的活动。当然，
然后庙宇的所在，拢会甲政治结合。所以咱看到真侪庙的委员，因拢安那，因拢做里长。因做里长了后，就透过即间公庙来掌握伊的票数、伊的票源。爱掌握票源，伊就安那继续连任所以这庙甲政治结交做伙。这就是咱泸州目前我看到的现象。真侪庙的、真侪里的里长，伊拢是差不多附近的庙的委员，有当时可能嘛是主委嘛，无一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透过安尼用恩惠怜悯、平安来对待每一个咱出去传福音所拄着的人。为什么两个主题无共款？因为因做52届，敢做第一届，所以咱爱对基本的功夫来开始学就是咱做伙来讲一起爱泸州。Let's love 泸州所以你若讲泸州愿上帝帮助咱是阮伫咱的教会，是阮伫即个所在我当去参加100周年我伫遐想讲今年足热的，今年热到啥物程度？今年会当讲欧洲咱看到新闻热到逐个真侪国家拢受到热浪的袭击，甚至有野火无论是希腊加拿大拢有即个野火甚至呢西班牙嘛有即个野火，拢差不多40-50度，这非常恐怖今年特别的热，有可能是上届热的一年每一年拢咧破纪录，所以咱爱求上帝帮助即个极端的气候。所以因为足热，所以想着讲寒流，咱拄仔迄冷气拢冷袂落来就人伫遐敲遥控器所以恳求上帝将寒流赐予咱天气就会互咱清凉。所以今年的主题咱的晚会啦。咱的晚会甲伊叫做热天的寒流夏天的寒流。所以毋若即摆办，毋若有寒流，阁有啥物会？风台愿上帝帮助咱。有即个团单因为即个地址昨伫遐校正的时候，发现讲减一个7咱是几号？中正路几号？57号所以即个团单只有中正路5号少了7就不完美了，所以每一张都要再加一个7再加上你写上去57号，所以真麻烦同工来改一下下晡透早有叫几个同工叫青年改一下所以咱每一张拢爱甲伊更正加一个7，安尼就完美反正即张传单是有你的加持每一个人的加持甲伊传出去有人阁看到夏天的寒流7月29号礼拜六暗时7点半边仔迄张白色的因的队长嘛设计一张单福音的韩国晚会这是因设计我毋知伊有设计，我传互伊，佮传一张互我所以变成2张变成2张2个版本，无要紧，咱会记你时间29号礼拜六暗时7点半，咱伫即个所在有福音的暗会，咱会当去邀请朋友、亲人、同学、同事，甚至有可能你本人伫即个暗会中间，佮再一次去拄着主，佮再一次去拄着上帝，这就是宣告的上界高调的所在。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晚会，没关系。7月寒流吹完，那8月就有暖流了8月有一场暖流的音乐会愿上帝帮咱想互咱我过去牧会有真侪我过去牧会所在，若要邀请因来暗会，因为庄脚足侪人拢爱去做事，因一定爱去做事无用，因若无做就无薪水，就无钱通领，所以会当出来拢一票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放暑假遮个学生，但是遮个囡仔嘛对因的信仰，对遮个底线队员信仰嘛领受真多。后来我去较城镇的教会牧会，足侪人嘛爱去上班，爱去工厂、公司，爱去顾店，因为因若无做嘛无薪水通领。所以要出来服侍，伊嘛是小朋友，甚至有大学生来到泸州，我感觉讲有真侪人拢提早退休，也是做家管的信徒，
所以期待咱即礼拜做好诶规划，你会当拨出时间，吼下骹有表互咱填写，甚至咱若出席来服侍，你迄顿会中昼顿暗顿伫教会会当做伙自餐，吼做伙爱餐，吼毋是爱餐啊，就是教会提供咱食饭，但是你爱填名，吼爱填安尼同工才会当准备迄个数量，吼愿咱拨时间互教会，透过安尼来做底选。后壁边迄个视频就是因的相片，这拢有传伫咱教会所有的群组内面，互咱提早来了解因生做啥款，吼。好，因毋是白白来做即件代志，因嘛是付出因的时间，付出因的性命，所以因伫即个月因就开始提早准备。所以遮的人14个人，因拢第一次见面。彼此第一次见面，有人讲因教会是安那拢无咧聚会，较第一次见面。因教会人数足侪啦，因教会人数超过1万人啊，所以要安那定定见着面，因若要共一个小组，无法度去见着面，所以因就是透过安尼对无共款的组来组成即届三密教会总共有350人分派到28间的教会。这教会对高雄、台南、嘉义、彰化、台中、新竹、桃园，对台北市、新北市到嘉南、到宜兰、到台东，总共安尼28间，安尼分布你会想讲，因到底是空气来风台来搁要来传福音。透过疫情解封了，咱在座兄弟姊妹，来你有出国的举手？我有举手无？无真济啦，差不多1成外。阮上帝帮助咱，咱想看觅有啥人要为着这福音来甲伊摆上，是有感动的人，有感动的人，因嘛做伙准备节目，因已经甲牧师预约4个节目有默剧、诗歌，还有热舞，因嘛传相片互我，透过翻译软体甲队长之间的沟通。愿上帝帮助咱透过现代科技的物件，来透过科技的物件会当做传福音的工作。150年前马介无这物件，伊是靠一步一脚印，将福音甲伊安怎定根伫台湾这块土地。伊是安尼一步一脚印，接触一个人，就甲伊传福音，然后设立教会。初期泸州就是伊嘛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除了淡水住伫淡水以外，伊就来五股了，将福音传到泸州，搁来将福音传到八里，了传到新店，传到大场町，艋舺的所在。透过安尼，咱来学习艋舺是一步一脚印。今仔日有真正好的工具，透过 APP， 透过软体，咱会当将相片甲伊分享分享。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宣教的故事，佮继续延续落去。第三，第二则佮有一点是大岛信这是顶礼拜台湾总部教会牧者传出安尼消息，讲有风台。所以大家为着即届底选来台岛，因为有风台，所以咱来做真多的准备，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咱来做真好的准备愿上帝甲咱同在，愿上帝使用帮助咱透过软体等待牧师后一步的信息，有可能伫拜三、拜四、拜五会拄着风台所以咱嘛。用祈祷的心来经历上帝的听。过去底选拢无拄着风台吗？有，我嘛有一届拄着。我记得迄天青年拢伫教会，就甲遮个青年做伙三角伫遐足欢喜的快乐，然后大家就一起分享做伙分享看遐个查甫的因看到风足大今日甲窗仔打玻璃，拢甲伊打十字架。大家对玻璃拢甲伊打十字架愿上帝帮助第三，咱来有疼人的心，只有圣神充满人，才会当改变人的心内愿上帝使用，互咱有疼人的心，有
有疼人、疼主、疼教会。所以咱要用祈祷来帮助咱，互咱的疼会当搁较侪来疼地方，来疼人。有一个牧师叫做乔治·穆勒，伊互尊做孤儿的老爸，因为伊经营孤儿，伊收真侪的孤儿，伊伫真侪的事会当见证上帝。有一摆真寒冷的寒天，热水炉歹去。人就讲穆勒牧师，热水炉歹去啊！这囡仔无法度洗身躯，拢用要冻僵了，怎么办？了，当逐个人伫遐咧话讲，哇，无热水炉，天气真冷，穆勒牧师摕着圣经，去祈祷，通宵伫遐祈祷。伊讲主啊，你是掌握天气的主，你这囡仔是你所管的。是你交互我来管理，你是全能的主，我只不过是一个总务长啦，我只不过是一个做总务的人，掌握天气的主，求你来改变，互天气会当变烧热，果然天气转变做温暖的春天，敢春天一样。迄年的寒天有几工变成春天一样，所以。迄阵仔天气无像即马变化遮济，变化遮大，所以上帝应允穆勒的祈祷，互这温暖的东风吹往英国。所以迄几日虽然热水炉歹去，但是逐个还阁会当有烧热的天气。当热水炉修理好了，哇，佮开始变做寒冷。这就是乔治穆勒伊的祈祷。伊的上帝敢是咱的上帝？共款啊！咱所信的上帝是共款的，毋是伊较敖呢，是伊愿意伫主的面前来谦卑。伊通常无靠人的作为，伊只有靠主的作为。所以伊的一生有5000届，主应允伫伊的祈祷的顶面啊。所以伊是一个祈祷求应允的人。愿主帮助咱，伫信的人拢在信的人凡事拢话。如果你若信，伫信的人凡事拢话，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基督的信心，嘛有献上性命的信心，嘛有会当付出疼痛的信心，来成就上帝所欢喜，真做互伊使用的人，互人看见咱是靠着上帝凡事拢话，伫遐会当遵行上帝的旨意。愿即礼拜，咱要进入即个短选的期间，咱嘛用基督的心来赢志，咱嘛用基督的灵来帮咱求掌握天气的上帝，来带领、顾守、保守一切，对头到尾拢会当平安顺遂。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真做你的囝儿。互阮若会信，伫信的人凡事拢话，互阮用信心来祈祷，互阮用信心来活，互阮用信心来听人。愿主你将你的信心赏赐互阮，互阮凡事经历艰苦的困难的时，每一届的经历，拢互阮真做信心的起头。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弟兄兄姐，咱请拍开新圣诗第222首，请起立吟全首。相别我应龙潭。
请坐。接着，咱来奉献，请书院的同工出席服侍。请起立。接着，咱来做伙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第23节。咱台语的，咱读一遍。耶稣讲，怎样讲？你若会啊，有信的人，逐项拢会。马可福音第9章第23节。过来，咱要来做咱本会消息的报告，甲欢迎新朋友。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张少玉姐妹，来。感谢你来甲阮聚会，咱大家咱来甲唱一个欢迎歌咧。继续过来到斗阵聚会，好，过来，咱来做咱消息的报告。头一项是咱本会消息，小会议决伫8月、10月、12月第1周的合同礼拜了后，要举行发展小组聚会时间研习。第一摆将要伫8月第1主日，就是8月6号举行。要邀请有志的人来斗阵参与。第二项是咱第1届第52届台湾底选泸州、三国、韩国
31教会底选，因的日期是对7月26到7月31。即届的主题是斗阵爱泸州。底选期间，若有希望底选队要去前去探访的家庭，请对公报栏登记。第三，咱泸州31教会底选时间，咱拢总有分做6组，第1组是礼拜组，第2组传道组，第3组是关怀服务组，第4组是总务组，第5组是财务组，第6组是教育组。内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伫底选期间，教会咱有需要备餐的人员，甲带领去探访、甲传福音的人员，请大家若会使配合教会事工，会使互事工会使较精准来掌握，请对公布栏来填写用餐的时间，会当出来服侍的时间。另外一项是，因为咱韩国什物教会底选期间，因应该炸一寡物件来，咱教会咱嘛要准备一寡爱餐的物件，所以咱兄弟若有伫咱厨房的冰箱有冰一寡恁私人的物件，请大家会使甲刷走，即段时间甲刷走，互咱服侍的人员会使将一寡备用的迄落爱餐的物件，通好进入，请大家配合，谢谢。关爱服务组配合底选，伫7月30号下主日11:50伫教会1楼要举行爱餐，欢迎兄弟斗阵参加。内容详细情形伫1楼的公报栏公布。第5项关怀探访，咱定7月28拜5暗时8点，要伫黄素月姊妹伊的举行探访，伊的住址是泸州区正和街34号7楼之1。第6，咱蔡基雄兄弟的老爸蔡家南的老爸，伫7月15拜6安孝主怀，享寿78岁。伫7月21拜5已经伫三峡火葬场举行入殓火化的礼拜，出席8人。咱若伫遮，咱也有非常要来感谢咱牧师甲咱苏真长老，用着因宝贵的时间来代表着咱泸州教会，前往着家己来甲因致上安慰。第7，咱8月5号拜六暗时7点半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咱的讲员廖义珍老师及其他敬拜团队，本会敬拜赞美团队成员请一定要出席，有包括主领、配唱、乐手、音控。欢迎所有兄弟，咱会使报营来参加。8月初6联合礼拜，咱伫9点要来举行8月初6爱记住，咱要举行联合礼拜，也要举行圣礼典，请大家用恭敬的心出席主的圣餐。顺续要举行着父亲节的感恩礼拜，邀请大家斗阵出席，斗阵庆祝，得主祝福。第9，咱教会开办社区妇女合唱团，伫每礼拜二下晡2点20到3点半，伫7月18开始上课，费用是一期12摆500块。有咱林怡娟牧师来担任义务指导，欢迎邀请咱社区爱唱歌的妇女参加，作为传福音的用途。有意的请
请甲咱团队组的叶秀兰长老接续。第十，咱教会开办8月2台语课，每礼拜四暗时8点到9点。8月10号开始上课，由叶仁和长老来担任授课的老师。若有意的，请接续了咱共款，咱的秀兰长老。第12，教会近日为着释教150周年相关的活动，敬请咱兄弟为释教150周年的事工关心大道奉献，回应上帝的听痛。团契消息：上年团契的今日台语礼拜结束，伫教会1楼举行7月例会。第二，青少年团契8月18到20。拜五到礼拜日要举行3喜年灵修生活营，基督徒的信仰甲价值观，地点伫9分教会灵修会馆。具体相通部分，咱请顶悬有记载，咱请咱兄弟为着顶悬所记载的逐项来祈祷。告解消息：7月29日拜六9点到12点10分。咱台北中会团队部举办初阶中级训练会，专题第中级的团队甲伦理、分工、动工、身体甲机体；中级的事奉甲管理、彼此服侍，做上帝同温事的好管家。讲员柯成道牧师，地点大长坪教会。8月5号拜六顶埔9点半到12点15分，台北中会性别公益部伫本会举行专题演讲，中昼有准备便当，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伫1楼公报拿登记，7月30日以上。咱若有物件伫冰箱吼，私人的吼，请带师兄叫报告。若有教会公用的，若是你买，你会记用标签甲打是教会公有的吼。我记得好像有那个咖喱块，好像是教会的吼。没有过期的都留下来。那你要清冰箱嘛？有，可能冰箱会小可整理啦吼。你有一寡私人的物件吼。当即几日会当会记得吼，摕走不当充公吼，到时拢会充公吼。好，咱嘛为着短宣吼，做伙三甲备办心吼，祈祷，特别是风台影响会诚大吼。在场有迄个明辉牧师吼，咱拍拍甲欢迎吼，拄好欢迎着，吼，伫咱中间吼。8月6号，咱小组的事工是，就是讲咱对小组有期待、有兴趣，也是有疑问，吼，也是过去你有伫别间教会参加过小组，也是伫咱教会参加过小组的，咱拢欢迎。做伙8月6号礼拜3，咱伫即个场地吼留落来，咱做一个意见的沟通跟交流，吼，那嘛诚做一个真好教会。头前要行的路，会发展的路，吼。咱有8月一届、10月一届、12月一届，吼，总共有3届的时间，吼。咱会当做伙留步，吼。请兄弟，咱做伙来吟上英要变诗，吟诗刷，请牧师为咱作导，请拍开新圣诗第397首吟全首。
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